藏伫巷仔内的知识馆邸，虽然是台南上水的古迹之一，但是过去熟悉伊的人相对较少。经过去年11月份改由吕贤文设计师所带领的团队经营后，整合馆内外的空间，打造多元看领域的生活场域。除了引进优质的居家、生活、餐酒馆等品牌，也搭配各种的展览，提供南部的民众完全无同的新生活，也为居家、生活提供新的想法。当时号名叫做知识馆邸生活馆，就是希望这个古迹会使化成台南生活美学的新代表。我们台南知识馆邸生活馆，我们现在重新开幕，重新给了一个新的定位，就是我们是以台南在地的一个美学，我们希望能够推动一个新的美学形态来做一个出发。我们是希望能够让借由这个生活馆，让所有的市民甚至台湾的所有的人能够去体验到整个一个生活美学的一个态度跟习惯。不管我们馆内的所有的你看到的展览、课程、生活选物、餐酒馆，或者是一些生活精品等等，都以及馆外的所有活动，我们都是希望通过实体馆内的一些体验，能够让整个生活美学的这种的因子、这种的质感，能够让所有的台南市民能够去感受到，而且渐渐的成为他们的学习，这样，然后让他们成为一个生活养成的一个态度跟习惯。为了让更较侪民众来熟悉这个新风貌的古迹，团队也特别举办了好事伫遮的市集，吸引了侪民众来参观。接下来除了会继续举办以外，也因为过去知识馆邸是日本皇族来台湾的基础之一，所以团队现在也咧规划，让民众走访过去裕仁皇太子所去过的行程，甲食过的美食，透过深度的旅游来熟悉古迹甲当地的故事。未来跟旅行社，他可能有2天1夜、3天2夜或1天1夜的一个时间到台南来的时候，我们也希望日本人也能够到这个地方来，去找到说当初皇太子他们在台南的时候走的这个路线，所以我们会安排导览，而且他可以在这边去穿一下当初日式和服的一些体验，然后也可以在我们这个地方来用餐。目前我们正积极的去重新的去设计一套当初皇太子用的餐。所以我们叫做把它称为皇太子餐。皇太子餐，那么这个餐当初是有一些记录的，我们现在就也跟一些餐厅，像阿雍塞啦、阿霞饭店，他们目前我们正在进行合作的洽谈，希望能够去重新还原当初的一个餐。所以我们在2楼皇太子的当初的居住空间那边，我们就安置了一个 VIP 室，那个 VIP 室大概可以容纳16个人，16个人可以去享用当初的一个皇太子餐。知识馆伫生活馆的团队也表示，除了持续会引进充满特色的商品以外，也将会甲无同的单位来合作，运用馆内馆外的空间，推出无同主题的活动甲课程。想要了解后续活动资讯的民众，嘛会使加入因的 LINE，避免错过任何的资讯。但新闻国无以采访不得。